今仔日是这快太骑名节头一天施行，民众会当摕到健保卡去到指定药局买这快太汽车。不过早起有真侪民众拢去排队，害这系统是塞车。有需要呼吁民众讲，真正有紧急需要才先去买就好。快太汽车骑名节头天，也未开始卖，药局外口的民众就排甲热长。我7点就来啊，今头一天啊，先来准备去啊。我们家的小朋友，他学校有学生确诊嘛，虽然他做了 PCR，但是我们还是会很担心，所以想说买了先让小朋友用。有药师计算，一组枸杞500块，逐间药局一天干那配到78组，全国有咧卖药局卫生所算起来4900多间，全部的量差不多40万人份，以全台湾2300人来算，干那1.6%的人会当摕到，所以药师嘛呼吁民众有急用才先买。不过也是因为人收济，发生健保卡登录系统出现大塞车的突发状况。那刚刚8点40左右，像已经因为可能使用的药局家数是比较多的，所以系统面是有点是延宕的状况。是哦。我们要办补卡，不能再提了，但是做购买喽。好，谢谢。因为全台同步开卖，健保署的系统速度慢，药师只好先甲快太汽车发给民众，事后补过卡，也是发号码牌啊，搁请民众来领。面对系统不良，健保署嘛表示，因为原本的病院医所上传影像的检测造成系统容忍无够，伫赶紧处理后嘛恢复正常。指挥中心下晡嘛表示，二倍高算有41万多份的快太汽车，到计算进前卖出24万多份，嘛呼吁民众汽车是循环式的，按顺序来买，免着急。记者陈嘉文、徐凯台北采访报道。